再来关心，唔那是爱防武汉肺炎，我特别注意流感。疾管署上新公布资料，台湾顶礼拜新增加36件流感引起动镜头的案例，其中有15个人不幸死亡。爱特别注意的就是上少年的死者是一个今年30岁的查某囡仔，伊无慢性病镜头，1月顶半个月开始发烧，脚手无力，无随互医生看，2天后强强就那昏去，无喘气。急救的时到叶克膜，上尾因为脑欠酸素，器官歹去，引起到肺炎，也有心肌炎，送病医迄一天就不幸无命。今年流感引起动镜头，算到17日一天，已经有950例，其中90个人不幸无命。患者差不多拢是无注意风声。活8成的人有慢性病，嘛提醒大家，讲贵流感疫苗，较罔住，较无代志。民众伫医生馆等叫好，寒流发威，流感病毒同款袂当无注意。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国内疫情虽然有较压落来，不过也是伫流行期。今仔顶礼拜就36个新的流感引起动症的病例，其中10个人死亡。最年轻是30岁，那最年长是87岁。这15例呢都没有接种本季的流感疫苗。那其中15例里面有14例是本身是有慢性的疾病。从这个发病到死亡的这个住院的这个期间大概是平均大概是5天。互人注意的是，顶礼拜流感死亡的个案，上少年的是一个敢若30岁查某人，伊无慢性病，这月初先出现发烧、人神，规身躯无力的镜头。迄当阵无随去看医生，2天了后，雄雄伫爬起来时阵昏去，唔知影人嘛无咧喘气，落尾到叶克膜急救，尾也因为脑部欠酸素、器官歹去，引起肺炎甲心肌炎，送去病院的迄天就过身了。感染流感之后并发这些重症的征兆啊，可能包括就是意识不清、痰液变浓，或者是血痰啊、胸痛这些情形。那如果感染这个流感之后一定要是特别注意说有没有发生这些重症的这些征兆。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这季流感引起动症到17号已经有950个例啊，其中90个人死亡，患者大部分拢无去注疫苗，8成的人有慢性病，提醒有符合会当注公费疫苗的人，就要赶紧去注，才会当互家己较袂去患着流感。记者综合报道。